这温山用线是准备要通车，按算3月就会进入初步勘查的阶段。新北捷运公司打算要招募99位专业的人才。另外，进前测试时传出讲有噪音去干扰到附近的居民。对此，新北捷运局是回应讲，会搁找第三方单位来监测，嘛继续甲地方沟通，提出改善的方案。 虽然伫区段设置有隔音壁，不过伫捷运3名线经过三峡复兴路，在地居民讲测试阶段规工拢有声音，甚至继续到深夜。经过反映了后，虽然有小可改善，不过也是常常感觉互吵着干了。他们是说是会全照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半照。车子一经过就会有扣的声音，很大声。邻居都说很吵，车子在走路的时候都很吵啊。 新北捷运局讲，12月时因为列车密集测试，造成车链线出现无正常声音，已经完成这车链移下降低超过10分贝声音，并且成立群组，继续甲地方来协商。和民意代表甲里长会使及时反映，就这车专业第三单位来进行监测。 针对300个测量点来进行持续24小时的监测，将会再向陈情的住户详细的说明分析结果，并且听取感受，提出优化方案。新北市捷运局讲，3名线进出伫个验证机电系统可靠度重要时刻，预计3月这个初勘的准备阶段，初勘完成了后会开始来实地检查。随捷运3名线进入完工通车的最后阶段，新北捷运公司也宣布，今年度头一摆招募计划有99位工作会。 以系统控制专员为例，通过考核了后，月级会有62000块。记者自综合报道。